再有公立醫院被發現洩漏俗稱笑氣嘅氧化亞氮，當中以瑪嘉烈醫院最嚴重，需要即時停用笑氣。醫管局成立嘅專家小組經過1個星期嘅環境評估之後，發現瑪嘉烈醫院產房嘅笑氣濃度比一般高，為咗安全起見，院方已經即時停止使用笑氣，等到改善措施完成之後，先至會恢復使用，同埋再做評估。除咗瑪嘉烈醫院之外，伊利沙伯醫院、廣華醫院同埋聯合醫院嘅笑氣毒素亦都略高於水平。專家小組就建議要進行第2輪評估。有學者話，如果長期吸入極高濃度嘅笑氣，會影響骨髓、造血功能，或者增加胎兒發育嘅風險。不過，暫時外國或者本地都好少有相關嘅病例，現階段唔需要過分擔心。威爾斯親王醫院上個星期發現用於產婦鎮痛嘅笑氣濃度超標，觸發醫管局要全面調查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